好多人一聽到蜂蜜，第一時間就諗，咪又係糖，食得多實有糖尿病啦。其實呢個係一個天大嘅誤會。我今日要幫真正嘅純蜂蜜大平反，化解大家對食甜嘢嘅焦慮。冇錯，蜂蜜係甜，但係佢嘅甜同我哋平時飲凍檸茶、食西餅入邊嗰啲精製糖係完全唔同嘅概念。精製糖食落肚，我哋嘅血糖會好似坐過山車咁，一秒衝上頂，跟住又跌到落谷底。呢種大上大落對身體負擔極大。但係天然蜂蜜入邊嘅糖呢，雖然身體都可以好快吸收，但因為佢同時有齊酵素、維他命、礦物質同埋抗氧化物，呢啲寶貴嘅營養素反而可以幫手提高胰島素嘅敏感度，令血糖可以平穩啲咁進入細胞俾身體利用。近年有國際營養學研究指出啦，對於糖尿病前期或者輕度患者，適量食天然蜂蜜，長期落嚟反而有助降低空腹血糖同糖化血紅素。重點就係4個字：適量配搭。營養師建議每日嘅分量絕對唔好超過1茶匙，即係大約5克，而且最好唔好空肚單獨食。你可以將佢加落無糖嘅乳酪、燕麥片入邊，或者配一揸堅果一齊食。利用食物入邊嘅蛋白質同膳食纖維去拖慢佢升糖嘅速度。當然，如果你係糖尿病患者，試之前最好都係問下你嘅醫生或者營養師，咁就最穩陣。你有冇覺得人到咗咁上下年紀，副機器就開始殘，成日都有啲細眉細眼嘅毛病？夜晚喺張床度點嚟點去都瞓唔着，腸胃又成日頂住唔舒服，一轉季或者出入冷氣房，喉嚨就乾爭爭，痕到想咳。如果你都有呢啲煩惱，我話你知，蜂蜜就可以解決呢啲問題。如果你真心關心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，記得先撳下面個訂閱掣，撳埋個鐘仔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健康資訊。好啦，我哋即刻入正題。呢一茶匙嘅蜂蜜到底有幾神奇呢？首先我要講嘅第一個功效，亦都係我覺得對我哋香港人最重要嘅一樣嘢，就係改善睡眠質素。香港人生活節奏咁急，好多人以為瞓覺就即係攤喺度唔喐，俾個身體休息下。其實呢個觀念只係啱咗一半。當我哋瞓着嗰陣，身體入邊其實忙到七彩。尤其係我哋個肝，你可以將個肝想象成我哋身體嘅夜班總工程師。趁我哋休息嘅時候，佢要搏命去做各種修復工作，排毒啦、清走代謝廢物啦、製造新嘅酵素啦、調節血糖啦，呢啲全部都係超級嘥能量嘅大工程。咁肝臟做嘢嘅燃料喺邊度嚟？就係由我哋日頭食落肚嘅食物轉化成嘅肝糖。問題就嚟啦，好多香港人為咗減肥，夜晚食得好少，或者食錯嘢，搞到肝臟嘅燃料儲備根本捱唔到天光。大約去到凌晨3、4點，燃料庫見底，個肝一緊張，身體就會啟動緊急應變機制，分泌腎上腺素呢種壓力荷爾蒙。腎上腺素嘅作用就係硬生生咁將我哋由深層睡眠入邊扯翻起身。呢個就係點解好多人硬係喺固定嘅時間扎醒，跟住心跳加速、飆冷汗，個腦開始亂諗嘢，眼光光望住天花板等天光。呢個根本唔係你失眠，而係你個身體喺度同你求救，話俾你聽冇能量啦。呢個時候，蜂蜜就扮演咗最佳神隊友嘅角色。蜂蜜入邊嘅葡萄糖同果糖係最天然、最優質嘅單糖。咩叫單糖呢？即係身體完全唔使嘥氣力去消化，就可以直接吸收。你喺瞓覺前大約半個鐘至1個鐘，用40度左右嘅溫水，記住係溫水，沖開1茶匙蜂蜜，慢慢飲落肚。呢股溫柔嘅能量會好穩定咁補充你肝臟嘅燃料庫，等佢可以安安穩穩咁做足一晚嘢。肝臟唔求救，腎上腺素就唔會出嚟搞震，你個腦就可以安心進入最深層嘅修復睡眠。
而且蜂蜜仲有一個好勁嘅本事，佢可以幫我哋個腦製造一種叫血清素嘅神經傳導物質，科學家叫佢做快樂荷爾蒙，可以令我哋心情放鬆。一到夜晚，身體又會將呢啲血清素好巧妙咁轉化做幫我哋入睡嘅褪黑激素。你睇下呢個過程幾咁自然，佢唔似得食安眠藥咁一棍撲暈，你強制關機，而係好似一個溫柔嘅催眠師，輕輕幫你打開身體嘅睡眠開關。講完瞓覺，我哋睇下第二個驚人效果，就係調理腸胃，搞好體內環保。腸胃係健康嘅根本，但我哋香港人食無定時，晏晝隊碟碟頭飯，夜晚又去食茶餐廳，搞到胃痛、胃氣脹、便秘、胃酸倒流，變晒做家常便飯。你千祈唔好睇少呢啲問題。腸胃唔單止係消化器官，佢仲係我哋身體最大嘅免疫系統，住咗70%以上嘅免疫細胞。所以人哋話腸道顧得好，百病自然冇。蜂蜜喺呢方面簡直係一個腸胃修復專家。首先講個胃，好多權威研究都證實蜂蜜有天然嘅抗菌成分，可以壓制住出晒名嘅幽門螺旋菌。呢隻衰菌咧好乞人憎，係搞到胃炎同胃潰瘍嘅頭號兇手。蜂蜜飲落肚會喺胃壁形成一層天然嘅保護膜，頂住胃酸對個胃嘅刺激。所以如果你朝早起身覺得個口苦苦地，又或者好容易打嗌，可以試下喺食早餐前半個鐘空肚飲一杯溫蜂蜜水，好溫和咁叫醒你個消化系統。咁跟住講下條腸，蜂蜜更加係我哋腸道入邊啲益菌最中意食嘅頂級大餐。蜂蜜入邊有種寡糖，係一種益生元。簡單啲講，即係腸道益生菌嘅飯盒。你餵飽佢哋就會生得肥肥白白，繁殖出一隊龐大嘅軍隊，將啲壞菌嘅地盤搶翻過嚟。益菌多咗，唔單止你去廁所會暢通無阻，連帶你嘅免疫力都會跟住提升，冇咁容易傷風感冒嘅，甚至連心情都會好啲。因為腸同腦之間咧有條專線叫腸腦軸，條腸舒服，個腦就唔會咁焦慮。第三個功效可能會顛覆好多人嘅想象，就係抗發炎、抗氧化、延緩身體老化。一聽到抗老，大家可能即刻諗起去買啲貴一貴嘅護膚品。其實真正嘅抗老係要由內到外。我哋身體點解會老？點解皮膚會出斑出皺紋、體力變差？最大原因就係體內嘅自由基太多。你可以將自由基想象成我哋身體新陳代謝製造出嚟嘅一啲破壞王啊！呢啲破壞王好唔穩定，會喺身體入邊周圍亂撞，攻擊我哋健康嘅細胞，造成氧化。呢個過程咧就好似鳩鐵擺耐咗會生鏽，或者個蘋果切開咗會變黃一樣。身體長期嘅慢性發炎同氧化壓力就係所有慢性病同老化嘅開端。我哋需要抗氧化物去對付呢啲破壞王，而真正嘅純蜂蜜就係一個抗氧化物嘅寶庫。佢入邊有幾十種嚟自植物嘅多酚類同黃酮類成分。呢啲化學名詞聽落好複雜啦，其實你就當佢哋係身體入邊嘅清道夫。佢哋可以幫手中和晒啲自由基，保護我哋嘅細胞唔受破壞，等於喺細胞層面幫你起咗一道防火牆。第四個好處同我哋嘅心血管有關。心血管疾病絕對係都市人嘅隱形殺手。蜂蜜入邊嘅抗氧化物唔單止抗老，佢仲可以防止我哋血液入邊嘅壞膽固醇被氧化。你可以將壞膽固醇想象成一架垃圾車，如果佢被氧化咗，就會變得好黐粒粒，好容易黐住喺我哋嘅血管壁度。日子有功，血管就會硬化同埋塞住。而蜂蜜嘅抗氧化物就可以阻止呢個氧化過程。同時，蜂蜜仲可以幫手提升好膽固醇。好膽固醇就係血管入邊嘅清道夫，專門負責將血管壁啲垃圾清走。一來一往，
就可以令我哋嘅血管保持乾淨同埋有彈性。另外，蜂蜜入邊有豐富嘅天然礦物質砷，咁呢個元素咧可以幫手放鬆血管、穩定血壓、減輕心臟負擔。第五點，強化免疫防護罩。而家大家都知免疫力有幾重要，蜂蜜就係最方便嘅天然免疫調節劑。當你覺得喉嚨少少痕，好似作感冒咁，即刻沖杯溫嘅蜂蜜檸檬水，可以好有效咁舒緩初期症狀，將病毒擋喺門外。講到沖水飲，我一定要特別分享一個超勁嘅配方，亦即係我一開頭賣關子嗰樣嘢。蜂蜜到底要加咩先最勁呢？答案就係廚房實有嘅生薑。呢兩樣嘢溝埋一齊，用嚟止咳化痰，個效果真係冇得頂。呢個唔係我亂啊，係老祖宗傳落嚟，連中醫都認可嘅食療智慧。你諗下，生薑尤其係老薑，性質溫辛，中醫角度有好好嘅發散風寒、溫中止嘔、化痰止咳作用。簡單啲講，即係佢可以幫我哋身體驅走啲寒氣，令身體暖翻，同時幫手將黐住喺喉嚨啲頑固痰液稀釋，等你容易啲咳翻出嚟。而蜂蜜咧有天然抗菌消炎作用，質地又結撻撻，飲落肚咧就好似幫你乾到發炎嘅喉嚨敷咗層溫柔嘅保濕面膜咁，即刻舒緩到嗰種乾痕想咳嘅感覺。所以當呢兩樣嘢強強聯手，一個負責暖身驅寒化深層痰，一個負責鎮靜舒緩修復表面黏膜，真係天作之合啦！教大家一個最簡單有效嘅做法，準備一細溝老薑，大約手指公咁大就得，洗乾淨，唔使批皮，用磨溶器磨成薑蓉，將薑蓉擺落水杯，倒入大約200毫升嘅滾水，冚蓋焗佢5到10分鐘。最後亦都係最關鍵嗰步，等杯薑水放涼少少，摸落去溫熱唔燙口，大約40到50度左右，先好加1至2茶匙嘅純蜂蜜落去攪勻。記住，蜂蜜絕對唔可以用滾水沖，滾水一淥落去，入邊最寶貴嘅酵素同活性物質就會死晒，效果大打折扣。呢杯微辣又香甜嘅蜂蜜生薑茶，你可以早晚各飲一杯。飲嘅時候細細啖慢慢吞，等啲茶喺喉嚨留多幾秒，嗰種想咳嘅刺激感真係會即刻舒緩好多。講咗咁多好處，到底點樣揀、點樣食、點樣保存、點樣避開啲假嘢？教大家幾個絕招。第一，睇標籤，包裝一定要寫明100%純蜂蜜。如果寫咩蜂蜜風味糖漿，咁就係假嘢，全部都係果糖加香精。最好揀有認證或者信得過嘅農場出品。第二，睇質地，將個樽調轉，純蜂蜜因為水分少，流得好慢，假嘢通常水汪汪，流得好快。純蜂蜜搖下，佢啲泡會好幼細，而且好耐都唔散。假嘢啲泡好大粒，一陣就冇晒。第三點最重要，睇結晶，呢個真係最多人誤會嘅地方。好多人見到蜂蜜底有啲白色硬塊，以為係加咗糖或者壞咗就抌咗佢，真係大嘥鬼。我話俾大家知，呢個正正係純蜂蜜嘅最好證明，因為蜂蜜入邊嘅葡萄糖喺溫度低嗰陣，好容易會結晶出嚟，呢個係正常物理現象。反而嗰啲用果糖漿假冒嘅，你點說佢都唔會結。所以下次見到結晶，你要開心，證明買到好嘢。買返屋企點保存呢？超級簡單，擺喺屋企陰涼乾燥、太陽曬唔到嘅角落就得，完全唔使擺雪櫃。擺雪櫃只會令佢結晶得更快，變到石頭咁硬，點樣匹啊？另外，每次辟嗰陣，紙巾一定要乾淨而且無水，絕對唔可以有口水或者生水掂到。唔係就好容易變酸壞晒。希望今日呢集內容對你有真正嘅幫助。如果你覺得學到嘢，唔好吝嗇你隻手指，幫條片撳個讚，訂閱我哋頻道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